好，我来办理住院手续。你好，我来办理大院手续。你好，我来办理大院手续。这是急诊室护理人员给我的单子。你是急诊室护理人员帮我改单呢？你是急诊室护理人员帮我改单呢？好的，要住一般的健保病房，还是自费差额病房呢？好，我单日办改健保病房，也是自费差额病房呢？好，我单日办改健保病房，也是自费差额病房呢？自费差额病房。自费差额病房，自费差额病房。您需要双人还是单人的病房？你爱双人也是单人嘅病房？你爱双人也是单人嘅病房？双人病房。双人病房，双人病房。自费双人病房费用差额为1天1000块，可以吗？自费双人病房收费差額係1日1000嘅元，做得嗎？自費雙人病房收費差額係1日1000嘅元，做得嗎？可以。做得，做得。好，急診費是350元。好，急診費係350嘅元。好，急診費係350嘅元。請問您和病人是什麼關係？請問你老病人係乜嘅關係？請問你老病人係乜嘅關係？我是他太太。我係嫁婆娘，我係嫁婆娘。要麻煩您填寫一般同意書跟自費同意書。麻煩你寫一般同意書，老自費同意書。麻煩你寫一般同意書，老自費同意書。這邊填寫病人的名字，這裡填寫您的名字。你答不寫病人嘅名？你答不寫你嘅名？你答不寫病人嘅名？你答不寫你嘅名？電話跟手機號碼。電話老手機號碼。電話老手機號碼。這張是自費同意書。呢張係自費同意書。呢張係自費同意書。就是需要自費差額1天1000元的病房。就是愛自費差額1日1000嘅元嘅病房。就是愛自費差額1日1000嘅元嘅病房。請在這裡寫您的名字以及跟病人的關係。請在你答不寫你嘅名，和個老病人嘅關係。請在你答不寫你嘅名，和個老病人嘅關係。填寫好了，請你看一下。寫好了，請你念一下。寫好了，請你念一下。再麻煩您看一下一般同意書的第5點。我麻煩你念一下一般同意書嘅第5點。我麻煩你念一下一般同意書嘅第5點。如果有人詢問張先生的病房號碼，可以讓他知道嗎？那係有人問張先生嘅病房號碼，做得本記地嗎？那係有人問張先生嘅病房號碼，做得本記地嗎？可以。做得，做得。那請您在這裡勾同意。該請你在裡呢給同意。該請你在裡呢給同意。這份一般同意書的第2聯紅色單子給您留存。呢份一般同意書嘅第2聯紅色單子俾你留存。呢份一般同意書嘅第2聯紅色單子俾你留存。第1聯白色單子，請連同自費同意書。第2聯白色單子，請老自費同意書。第2聯白色單子，請老自費同意書。及住院通知單拿到急診。大院通知單
睇到急診，大院同地蛋，睇到急診，交由护理人员办理住院报到哦。交本护理人員辦理大院報到哦。交本護理人員辦理大院報到哦。这样就完成住院手续了。安樣就辦好大院手續咧。安樣就辦好大院手續咧。好的，谢谢你。好，謝謝你。好，謝謝你。不會，不用客氣。唔會啦，唔使客氣。唔會啦，唔使客氣。